好，欢迎收看《台湾名人堂》，我是林依如。台湾名人堂要告诉您有故事的人，有意义的事。我们常常讲说啊，在这个演艺圈里头啊，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不过，如何在演艺圈里头当常青树，屹立不摇，而且还可以提携后进，这就相当的不简单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呢，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他这个唱歌演戏样样精通，而且呢可以说是综艺界的大姐大。那么现在呢，他更是多了一个新的身份喽，他现在还是电影的投资者，自掏腰包出来，不但呢是这个拍电影，还投资电影，希望可以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更多的欢乐。我们欢迎白冰冰，冰冰姐，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冰冰姐，我们先来聊聊你新的电影吧。这个是人生按个赞，对不对？啊，因为哦，我曾经是那种谷底的 loser 哈，我是可以说人生失败组慢慢走上来。虽然现在我有获得，但在命运上我一样是失败组。那我其实有一次我是看有一个妈妈带着小孩子去撞火车自杀。我心想，那个要有多大的勇气啊！尤其一般人会说，妈妈要撞你自己去撞，你干嘛把小孩带去撞？那个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你要做之前有没有想到说后来会是怎样？那是我们就会帮他想他的亲戚在哪里，叫他爸爸在哪里，对，到底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像我的人生曾经有最痛的时候，我今天站在高楼哈，然后想跳下去，哎呦，我会掐你家谁带呀？狼就这样，我就觉得哇，我大呢，我想我是一个这么勇敢的女性，我竟然我这个唯一的勇气我没有。我后来觉得哇，那需要有多大勇气？我才想到说，如果你有这么大的勇气要跳下去，或者要撞过去，你要有勇气活下来。其实人家说要活下来更要有勇气耶。如果你真的碰到人生很大的难关，我个人觉得我是活下来比较不需要那么大勇气，因为我的过程中哦，我面对了有人要营救白小燕，但是当时大家也是因为关心，从媒体到警察到各单位检教各单位这样子，民众的关心，大家的集气就是要他活下来，但是他没办法活下来，所以当一个妈妈的心情觉得要活下来这么不容易，那我为什么再有再大的困难，我都不能往那方面想？我就觉得我应该把他活不够的一起活下来。我甚至觉得，他最大的心愿，他想读政大的新闻系。哦，政大新闻系。我曾经去问政大说，我要读新闻系会不会很困难呢？当然是因为跟我的行业无关，然后而且要花真的很多的时间去读书，对我来讲是困难的。所以我就去读空大。我就读生活学系，就是我本来不是大学生啊，但是我现在一举两得，我会把他活不够的我活下来，他没有读的，他的心愿他没有做到的，我拿到文凭的时候，我也花了6年啊，读到老花眼，头发花白，读到这个俺过那种甜，但是当我拿到那一张的时候，我是去跟他上香，小燕，妈妈帮你读书，帮你读书读到了，当然是帮自己读，但是我说你没做到的，你没有这个福分享受到的，我都会做到，而且我会活得比别人长，我会做比别人更多的事情，我会因为他是一个很善良的小朋友，是，从以前周大官还没有死的时候，我都带着他去看周大官，然后鼓励他，他会买玩具给他等等，就是用他的掏腰包，用他的那个小猪猪啊，把它剖开来买的，对他很祝福这样，后来周大官先走了，不知道2个谁先走我忘了，反正他每看一次出来他就很难过，那我就带他去老人院啊四处，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小朋友，他的世界是一片的美好，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我自己是舍不得说他要死之前，他把一辈子的美好对没有留下回忆，而是看到最狰狞的面孔。对，所以我才想，如果这样的话，我活下来的剩下的日子，我可以做什么？我就觉得我要如何帮助这些活不下去的人。我做这个电影《人生按个赞》，要告诉大家一个口号，那个口诀说：人生赞不赞，要靠自己按。无论你的人生有多烂，你努力按出一个赞。因为你不会永远是人生失败组，是。那像我从很穷困，然后到历经人生的种种困难，是，我还活在这里，所以我就要告诉大家，我有勇气活在这里，我有勇气
继续往美好的方向走。狰狞的我看过，我也忘不了，但是我还不能留着那个过日子啊。对，所以我会告诉大家，冰冰姐还活在这里，还在努力着。请大家，不论你有多大的难处，都得勇敢活下去。只要勇敢面对，路是人走出来的，创造明天就对了。但是这个电影的这个过程啊，就让我们感觉到很多的欢笑，然后就是很多的搞笑，尤其像您跟胡瓜大哥啊，然后还带了很多新生代的演员嘛。其实我就是还是我那个初衷，对，我就希望大家努力活下来，一定对生命要抱着热情。但是你用八股的方法去告诉人家，我本来是跟白小燕基金会讲，我们花一点钱来拍个公益微电影，叫大家不要死，努力活过来。然后大家研究了以后就说，那种公益电影哈，看的人就是部分哈。我们要不要把它做成商业电影？商业电影这个基金会就不能做，我们也没有钱。对，好，那我就去找资金啦。对，然后已经决定要做的时候，我就去找了，因为要商业电影，你一定要有票房啊。是，我就找胡瓜，胡瓜，咱两个来演电影。伊讲我吼，逐工电视较好谈吼，我不要演电影，电影因为花的时间多，又要宣传什么哈，要有票房压力，他就不愿意。我真是三顾茅庐就终于把他盼来了，因为他看了我们的剧本以后，他觉得非常好。我告诉他说，你一直都是演艺圈大哥大，主持大哥大。你要不要回去你以前落魄的时候？你是失败组到现在的，你别忘初衷哦。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跟他的前妻秀秀窝在一个小地方，然后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豪宅，不是豪宅，豪宅。然后看着他们这样到今天，我说你要不要回忆过去？然后因为你回忆过去，你会更体恤别人。那我们这个其实在做好事，他就答应了。结果呢，我们把这个什么卡司啊、剧本啊，都送给电影公司、发行公司一看，他们好喜欢。他说：“冰冰姐啊，这么好的卡司哦，你跟胡瓜两个人真的是绝配，超搭，体型啊、演技啊，超搭。你们要不要哈？来给他那个变成喜剧，来弄贺岁片。”我说：“好像不错，因为喜剧也是我的拿手好戏。那个胡瓜更是不用说了。”那而且我们每一个选角，我觉得选角色好厉害，因为本来剧本里面我要演个议员，我卖做一下大啦，做的较基层里长，我做里长就好啦，里长就加保险的，较下我呢，然后我爱一个酒家女，而且要过气的酒家女，我想到。杨秀慧，大概秀姐，她秀姐，你看就蛮适合，对，就好像不会想到其他更好的人选了。对，我也是愿意为大家花钱，那所以我才常说，哎呀，老了有三老，有老本、老伴、老友。我的老本花光光，你的老本都拿出来投资，花光光，老伴没有，现在没有很多老朋友，所以希望很多老朋友、新朋友一起来支援支持冰冰姐。我活下来哦，其实我也没有下一代。我往后也没有什么挂碍，那我活下来，社会未来就会获得更多。冰冰姐啊，你的那个户口名簿啊，上面是写单独居住者，是不是？是啊。我跟你看到会很心酸。我原来因为我的母亲的户口是在我的大哥那里，对，那我一个人。本来我家是大家族对，我就10个兄弟姐妹，我永远没有办法想象说我是一个人生活。可是之前好像有算命先生有跟你讲过，很小，对，小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小时候因为我们在地上这样做家事啊，以前煮饭不是瓦斯对，你要生火柴火，然后那个锅的底尾巴还要这个锅底还要这样去把那个黑黑的。乌烟把它去掉等等，所以煮个饭起来，大概每个人脸都是黑的。对。然后我记得黑漆麻乌的，然后就有个算命先生问我妈妈没算命不？我妈说啊，我都钱没有钱。伊讲安尼无算就无菜哦。这个拿抓包的就好。他就说你是男的，我是男的的话就好。我想偏偏我就女的，那我后我要被主席那样。结果因为。一辈子走来真的很辛苦。对，他说你会就是那不是他说的，不是他说，是另外一个。这个谁都可以看得到，因为反正我就从小困顿，对，然后想读书也没机会然后婚姻也不好，一路走来一直不好，然后我就自己
成立自己的白冰冰相命馆，我就自己去学的。我们不是看黄历，对，黄历不是有个几两重啊？对，我记得我忘了，你们去看看，应该是4两8吧。我把那个生年月日这样加一加，4两应该是4两8。他写的就是小时困顿，然后困难重重。我想哎呀，好准哦。然后怎么我也叫六亲无靠。对，六亲无靠。对，我觉得前面2个很准，后面2个我就觉得不准。六亲无靠，那后嘎仔最后一个老来享福啦。我老来是享福，但是搞完现在的六亲无靠，哇兄弟姐妹这么多人，兄弟姐妹10个哦。对，然后父母小孩那么乖，我怎么会无靠呢？我靠，乱拱了呢。结果真的，一辈子永远不会出现的画面，想不到的，小孩先走，爸爸走了，兄弟姐妹都结婚都出去了，然后就剩下一个老妈妈，老妈妈跟我在一起，跟你一起住吗？跟我住，当然我孝顺她，大家都有家庭，对。但是有一次啊，就家里养了2、3只老狗。那我不知道，我们全家人都老了，因为我跟着妈妈，然后她也忘了我是谁。妈妈是不是有一点点记忆力的衰退？91岁了，所以她常常跟我讲你是谁啊？我按我啦，因为又听不到，又很大声，就要说一个想你是谁？我白冰冰啊！你就这样妈妈会忘记。对，到后来这样会搞得我情绪也好难过，我就觉得人生就没希望哎。我会走出去花园，就看到2只狗。他们名字会叫做皮皮跟小乖，是真的很皮。当年费玉清把它送到我家来的时候，它是流浪狗。是费玉清捡到的吗？所以他就在我家门口，他就把人家抱进来了。他觉得他们很可怜，不能没有人养他。我就说为什么我也要 complain？ 你养的就是什么那个名狗，我就是要养流浪狗。你比较好心嘛，你就养它，因为我家已经有了，我怕它来了把它咬死了不行。我说那我从来没养过就得因为这样开始养。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一过了10几年了，狗都15、15岁了，我不知道。如果以前一叫皮皮小乖的，就过来，我讲皮皮小乖，他们这样。都跑不动了，对啊，我就觉得15岁的狗，我们一家老家伙，你知道吗？我的眼前是我妈妈老家伙，我老家伙，一家老家伙。我觉得哎呀，人生真的都没有希望啊！冰冰姐，你刚刚讲说妈妈就是可能有时候会记不得你啊，记不得。如果你真的是心情很郁闷，想找人家诉苦，妈妈不会找妈妈，妈妈没办法。你跟他讲了，他也听不懂啊，而且他会再附送，而且附送我怕他乱讲，对不对？那所以我有2个方式，这也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方法没有任何人是没有挫折的，你可能在工作职场上，可能在感情，可能家庭，可能跟婆媳之间等等。那我后来觉得，因为我曾经跟一个闺蜜说了我情感上的方面的事，哎呦，第2天怎么报纸都登出来了，把我吓死了。那只有闺蜜说的嘛，因为我没有跟任何人讲，但我也不想去想那样的事，这样会破坏了我跟她的感情。所以你也没有回去责备她不，我的人生什么苦难都过了，这一点我觉得不算挫折了，而且我认为这是我的错，我干嘛去讲？所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有2个对象，一个是观世音菩萨，我一烧香的观世音菩萨，我跟你讲，我就一面讲一面哭另外一个是我会找我家的皮皮或小乖，我就小乖，因为我小乖来爱的，他就会蹲在前面，对，我跟你讲妈咪现在很可怜，会有人要害我怎样怎样，一面讲一面哭我们一哭他会这样，他会舍不得他会有回应你，他只会跟我回应，然后这样我们2个互相取暖，回应完以后，他也不会去学别人听啦，他不会跟别人讲，这是一个好方法，咱把心明导、辅助导，或者把咱的动物来导，没去讲给听，没代志我们就因为我们常常像心里想存的秘密，也许我今天是秘密，我明天不觉得我可以讲给大家听，但也许我当时想这不是秘密，有一天我想是秘密，所以我觉得就先不要跟朋友说吧。可是冰冰姐，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这也是身为公众人物的一种心酸？变得说你有心事，你还不能跟别人讲，你还要跟菩萨讲，或者是跟狗狗讲。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我不是有人说什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交朋友一样。
我有曾经那种很要好的朋友，好的不得了的朋友，他现在可以随便信手拈来，大笔一画。乱写在脸书，把我写得不成人样，这样都难过啊。所以我后来觉得，人与人之间，其实我们希望保留的是美好，但如果不能这样的话，怎么办呢？就自己努力保留美好，这样。好，我们先休息一段，进一段广告，马上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有一个男的说我买凶杀人，那才可怕嘞！我这辈子我真是善良到。只要有那个猫狗啊，比较可怜啊，救都来不及了。你怎么会说什么买凶杀人？我就觉得怎么这样，我好气。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冰冰姐说，她最近拍电影，其实也是延续对小燕的爱，还有那个精神。我是她的唯一，因为那个过母亲节，她会自己制作母亲节卡给我；过父亲节，她也制作父亲节卡给我。她说：“妈妈，你就是爸爸，而且你比别人的爸爸都更棒。”所以。然后他说别的小朋友应付爸爸妈妈，我应付你就对，他说应付，而且那个他很可爱，也很活泼，也很幽默，这一方面跟我有像。有学到。老师问他说，妈妈的信仰是什么？他就写什么关公 VS 观音。哦，关公 VS 观音是什么意思？是两个都行。又是关公，又是关公，又是观音这样。哦。然后就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这样。那我们的。情感建立不是，比如说我个人认为我不是很称职的妈妈，因为我的早上起床是要他叫我。哦，真的，因为我不会用那些什么闹钟啊、电视，我不会弄，我不会弄。那每次都是他来帮我弄，所以有时候他忘了我昨天跟他讲我明天几点起床，我明明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就把我讲妈。你是不是8点要起来？你就把6点给我8点起来这样啊？不问也不行啊。那有时候他很贴心的会晚上我回家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睡了，他就从楼上走下来说：“妈，我要吃炒饭。”你要不要吃？我说没这个时间吃什么炒饭？我以为他要我炒给他吃，是他自己去张罗。他说不是啊，是我要去炒饭。问你要不要说啊？你会炒饭哦？好啊，你炒来我吃吃看。老实讲，功夫不怎么样，但是那个心意，但是我一面跟他啊不啊喝家，但心里是甜甜的。对啊，很开心。所以永远有一个画面我比较忘不了，就是。有一天，就是他还跟我讲说，妈，你是不是8点才要起来啊？呢，就来帮我弄闹钟。我就骂他说，你今晚给他叫我，到8点起来不是啊？给我叫一遍。然后他就帮我弄好，就走出去。他走去，我就这样眼睛这样睁开看一下，看，哎呦。长大了耶，因为那个背影那个屁股浑圆，这样就看出来一个哇，就开始高兴哇，女儿长大了，然后就想哇，这个千万要注意她，不要乱交男朋友。对，心里还在想这样又沉睡去。就当天我在去工作拍 MV，就接到歹徒的坏电话了，就再也没见到他了，所以才说，哎呀，我今天上节目上半天。除了讲自己的遭遇之外，我是真的想告诉大家，尤其是想做坏事的人，如果你刚好在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害了别人。你看，被你们一害，我这个妈妈，我的一辈子就完了，我就变成这样，我们的家庭就破坏了。那他们自己的家庭也都破坏了啊，那何必当初呢？所以，我才说，哎呀，其实小燕虽然不在了，但我一直觉得她活不够。这么善良的人活不够，所以我才会，而且在那个过程中，我看到警察的勇敢，就火里来实里去的这样子去帮忙，去抓，是真的很危险的。因为常我们被通知要去哪里付赎款，那就把我们指示到一个很空旷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就我们一部车，里面躲了好几个警察。那我嘴巴不能说话，因为好像练腹语这样，怕被看到，然后。他们就在下面说话，就说：“
哎，注意哦，注意哦，让我们在空旷地方，可能是要给我们丢手榴弹啊什么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心里真的是很煎熬，而且有时候就把你指示到无人巷里面，有时候把你指示到荒山里面去。你必须去应付很多你不知道要怎样要来的那种恐惧、害怕跟可恨、悲哀，那是你一辈子忘不了的。因此，我当小燕走的时候，我给她一个墓志铭，就用小燕2个字，就写小溪浮海，复明人间光景，燕子归山，盼得天下太平。那是当妈妈的心愿。小燕你走了，我希望能够换得天下太平。那也因为如此，我们基金会除了自己平常在做的警察子女奖学金之外，对，那是在公的这一方面，就是我们股东们、董事们大家一起在做的事。那另外我常人家叫我去哪里做公益，我就成了公益人。那曾经有一个育幼院。就在南投了，叫南投阿尼瑟佛育幼院。因为有一次他要募款，那我帮忙去募，募的并不理想，不理想，我就觉得这样好像自己也有责任这样，我就问他，你到底是看我这样这样？那我就想办法哈。你该不会自掏腰包？当然自掏腰包啊，就是自掏腰包啊，就不够的我就自掏腰包给他凑足了一个教室这样。然后过了好多年了。有一天呢，我去南投，我去找小潘潘，他开了一个宝岛时代村。然后我们想一想，我就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南投安宁社福育幼院，以前我捐助过，不知道离你们这里有多远，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他？所以他们2夫妻就跟着我就去育幼院，这样。一到了那里，我简直好感动，因为他的那个教室的门口挂的牌子。就是小燕的名字，就用小燕，也是提了个什么字，对，也是一样用小燕那2个，对，也是用小燕的名字，就用小燕的名字当了一个教室。您刚刚讲说，你如果有心事的时候，你可能现在也没办法跟妈妈讲，你可能跟狗狗讲，或者是跟菩萨讲。但是有时候你有没有想说，在心里也会跟小燕说，或者是小燕有没有梦见过她，然后就是会让你觉得也很开心的时刻？小燕跟我的父亲会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精神的指标。我有一点很反传统，我有这个传统妈妈，但碰到事情的时候我很冷静，我反传统。因为当小燕要走的时候，没出山就是公祭典要结束了，对，那大家就说你是妈妈，不能出席，不能送嘛，不能出席，白发人当然也不能送，然后结束了还要拿个拐杖，要给棺材要打3下。说你那叫不好啊，你先照。我就觉得他没有想要先照啊，他没有不好，他多么的不得已，我为什么要照你们老人家的方式来做？因为他是有状况的啊，而且他那么可怜，我肯定相信啊，因为他在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勇敢的爸爸兼妈妈。任何人来，我就像个里长，为什么这次要做里长？任何人求助于我自己没办法处理的，我会去再拜托别人。我就是个里长，我把别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然后我过来拜托把他该挂到掉。所以他认为妈妈是个无敌铁金刚，所以我一直深信，在他危难的时候，他心里一直想，我一定会得救。妈妈一定有能力，妈妈一定会来救我。在他眼中，妈妈没有不成功的事，别人的事我都这么样全力的帮忙了。怎么何况是自己的女儿，我就是救不到她。我撞了墙，我撞死了就救不到她，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所以当他的要公祭典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最可怜的是，他要走，妈妈不在旁边。那个时候我歹徒还没抓到，我说小燕，妈妈唯一能做的就是帮你抓到歹徒，然后我就帮你抓到歹徒。所以我当时其实很巧合，我们这一次刚好因为现在在做什么贺岁片，很多人都到迪化街去做扫街。我那天扫啊扫，我怎么看到城隍爷庙了？我才想到，我那个时候因为没办法，全台湾人找不到歹徒在哪里，我就去求城隍爷。我一跪下去就城隍爷，白小是又乖又孝顺又善良的孩子。
为什么会碰到这样子？我们到底怎么了？歹徒到底是谁？所以后来我有人乱写我哈，我正在那边郑重澄清。有人说什么我跟歹徒是认识的，还曾经跟他做什么生意啊，什么污了人家钱，小孩在被打死。我说小燕在天之灵会不原谅这样的说法，真的。我们不知道那个歹徒是谁，我们没见过、没看过、没想过、没听过。那我就去陈王爷，你阴阳两界你都可以，你都看得到，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坊间还有这样子的污蔑的言语。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整个国家，因为他这样逃窜，很多孩子很害怕。对，后来又发生那个一个整形医院外科医师护士，对，护士才可怜。护士刚好我去他家，他妈妈拿的他明信片给我看，他是要写寄给3条流浪狗这样写，就是寄给他说千万你们不要来我们这边。破坏我们这边的宁静。他有一个没有寄出去的一个这样的明信片，你看多么的巧合，我就觉得好痛，好心痛。你看他这样逃，这样跑，这样害人，怎么可以？那我就一直求城隍爷赶快帮忙，这样不到1个礼拜啊，就林春生就被打死在什么五常街巷弄里面，然后慢慢的就一个一个就找到了。所以就是迪化街的那个城隍，就城隍爷啊。后来又前一阵有一个男的说我买凶杀人，那才可怕嘞。我这辈子我真是善良到，只要有那个猫狗啊比较可怜啊，救都来不及了。我前几天正在冷的时候，大家在那边看雪高兴，我不高兴因为我看到一个老伯伯，他在旁边举那个人家卖房子那个，然后。很冷，我看他大概应该80岁了，好老又矮小，然后那个手是那个乌紫发紫的，我就赶快叫我的助理说，哎，怎么办？我们能不能赶快回家去拿个椅子，拿把椅子给他坐？能不能赶快去买一个手套来给他戴着？你对人是这样的心哎，你怎么会说什么买凶杀人？我就觉得怎么这样，我好气，我又去找城隍爷了。城隍爷，你阴阳两界都看得到，我是不是有杀人你也知道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你信不信啊？我就刚好走出来门口哦，没事碰到一个许安静打电话来给我，许安静说。冰冰啊，应该无代志无？我干嘛呀？心情就歹，安怎哟？我吼有人即马电视咧讲我什么买凶杀人叫恐怖的，安怎？有那会使安尼好，安尼好假讲甲变真的嘛袂使。后来这件事情就查出哦，真的是乌龙一件，就没有这回事。那我就很感谢说，哎呀，城隍爷真的很帮我的忙，嘿，很帮我的忙，真的太灵验了这样。所以这一次我才扫街扫到那个，我就赶快进来拜一下，求他让我们什么票房好一些啊，这样子。那因为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对神明的心灵的这种寄托啦，就耽误我。然后说人定胜天哦，但人力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怎么办？我只有求天啊，求神来帮助我这样。我做了15次，没有人像我做过这么多次的试管婴儿，加到第12次了。医生说：“冰冰姐，不要了，不要了，我觉得你好可怜。”变成我跟医生说：“再加油，再加油，我还是要。”到第15次哈，就打了检查，已经没卵了。冰冰姐，其实，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啊，其实我看您也做了好多的努力，因为你也曾经有一阵子很想要把小燕生回来，对不对？好可怜。我失去小燕的时候，是不是42岁啊？我忘记了。很多人就赶快劝我说：“冰冰，探 F。”还来得及，他可以赶快就生一个，想办法。我当时觉得你们这些我的好朋友，你怎么可以跟我讲这样？你们这样好像否定了小燕曾经存在过，我非常的反弹。但过了3年，我看很多怎么金佩珊也去做试管婴儿也生了，张琼芝也去做也生了。我忽然觉得，对哦，我越来越老，我45岁了，再不生好像生不出来了，我就开始去找。那台湾找了好几个，试了好几次了，
都没成功。我有一次，然后跟他说 keep it go，keep it go， 好，去美国做，那我就去了。那个真的，那是真的很可怜。我觉得那个整个状况，我到了美国，那其实语言也不是很通的，你知道吗？然后那边还可以选金子，还可以买哦，有金子银行，对，美国的制度。然后那个人是医生还是怎样，我就选了一个医生，然后长得比较帅的，他是华人，对，然后就买了，好，他不是捐的，我是买的，然后就植入了，就弄好，对，弄好不是取卵了，取卵，对，但取卵以后其实他是要打麻醉药的，取完了以后麻醉药退掉哈，肚子好痛，因为它是有东西在你里面破坏的，取了你的，而且一取我们。每个月经来一次是1颗卵的，那种是10几颗卵，一次被抓了10几颗，痛到个不行，才刚退，但是那医院都很早就要关了，他给你躺1个钟头，麻醉药退了，你必须走出去，然后头还在呼啦呼啦还在转，然后就走在路上，才发现哎呀，我们台湾还是宝岛，虽然说我曾经碰到那个最烂的事，但看到那个你还是会觉得台湾好，因为。才傍晚5点多，我就那个区哦，就那个铁门这样啪就关，啪通过关下来。那关了以后，就有一个警卫就要拿枪，荷枪实弹的站在店门口，因为那个应该是高级珠宝什么之类的店这样。然后你看到那种肃杀气氛，你已经害怕了，对不对？那走就赶快走，因为叫不到车。最好笑的是我赶快要叫车。你在大城市吗？是在哪里啊？大城市。是东岸还是西岸？纽约还是？东岸，在纽约。纽约，人家介绍的医生啊，然后就黑人很多，你知道吗？最可怜的是，不像台湾。那55688那9节都来，马上叫，对啊，对，我就叫不到计程车，还很远，然后而且很痛，我就问一个人啊，一个人啊，没有找人家陪你哦，没有啊，这是找谁啊？没有啊，那我就问那个拿枪的，我就说我要叫 taxi，他说那边有个电话，他说那边有个电话，我说在哪里啊？叫我去那边打电话，我就走好远才看到个电话，找到电话以后没有 coin， 那个铜板完了，真的像乞丐就跟他要 sorry， 后来我说我给你1张美金，1块钱美金，我给1张美金，你给我一个 coin 这样，那个人没有拿我的钱，他就给我了，OK， 我就。Hi, please, I want to call the taxi。他就问我说：“你现在在哪里？”这样我说：“Oh yes。”在哪里？我靠！又不知道地址。Please, just a moment. Wait me. 我就暂时把它放旁边。这是哪里啊？看不到路，要跑，就问刚才那个，这是什么路啊？他跟我讲了，我就跑回来，电话也没有了，咣没了，人家挂掉，没了，找不到人可以拿 coin， 你知道？没有钱啦，那怎么办呢？又走回来，那个人家说：“你没叫到车？”我就没有。他就好心跟我讲，你再直走吧，顺这边走就到了你的 hotel 了。然后就走，开始哇，流浪汉都来睡地上了。我好怕他拉我的脚，你知道吗？那个黑人手闪闪的，然后坐在困在那个那个里，我吓死了，怎么办？我半跑的这样跑到。可是你那时候肚子还在痛当然很痛，但是痛跟怕比起来，就痛就不见了，你知道吗？痛就忘掉了。就跑到饭店，饭店的1楼，你就先站一下，定神了以后，哎呦，前面就是那个咖啡厅，然后有卖那个蛋糕，我想到 ，Oh my God， 今天是 my birthday， 生日啊，是我的生日，那我就觉得好心酸，我就跟他说。我要买个 birthday cake， 他就给我一个这么大，我说no，only myself， 你给我一个小的 yourself， 他也是给我一个，但那个我一个人绝对吃不完，我就跟他说你给我一个像派一样的东西，像 cheese cake 这样，就1块而已，这样就1块，我说 this one， 他就oh yeah， 这样。还问我说要不要蜡烛？我说OK， 他就我们2个一面说笑，他给我是说笑的，还是觉得开开心心的这样。虽然一边很痛，他给我一个蜡烛，我就拿着一个 cake 到了房间以后，开始悲从中来，想小燕，然后就把蜡烛点了，
自己 Happy Birthday to me， 哇，哭惨了，然后哭惨了，我就觉得吹完了蜡烛当许愿说，让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一定要中，就开始挖一口，吃在嘴里面甜甜的，但心酸啊，酸的要死啊。那次当然也没成功，我做了15次。没有人像我做过这么多次的试管婴儿，15次，每一次的失败没有。后来台湾、美国只有那一次，我吓到了，跟邓就快回来，他都不行了，跟邓来。然后台湾每一次不成功，我碰到很多很棒的好医生，他们都会给我加油，冰冰姐，再加油，再加油，加到第12次了。医生说，冰冰姐。不要了，我觉得你好可怜。变成我跟医生说，再加油，我还是要。到第15次就打了检查，已经没卵了，都没卵了。我的 MC 也一次就干掉了，就没了。所以大家有那个什么更年期啊什么的困扰，我没有，我就打到一次就干了，就没了，就再见了，他一去不回来。那我就担心完了，那个是不是我很快，我变得很早，我48岁就没了。然后觉得人家说没有那个就荷尔蒙没了，会不会青春一去不复返啊？但是我后来觉得不一定因为我一直致力于我的目标，我想要做的事，我心中住着一个少女，我还有很多的梦想要完成，因此我觉得不会，我也没有太老，我还 OK 的。所以虽然很多事情没有成功。我有太多的挫折，所以才要再跟各位讲一遍。各位朋友，你任何挫折没有冰冰姐那么多。我常常去跟人家比从小谁比较穷，怎么比是我冠军呢？因为你们现在去当铺是当那个珠宝我是我爸爸唯一的一套西装跟皮鞋被我们拿去当爸爸要去吃喜酒，没有西装，没有，因为真的很穷啊。那像这种那么冷的天气。你平常拿去当铺不收，然后这么冷的天气，我们那个很破烂棉被，我们的破棉被当铺收了，那当掉了，拿了一点钱回来的结果是，就是孩子们都没有棉被啊。对，我们这么冷的天气，我们没有棉被，也没有大衣我们是10个兄弟姐妹，我们大抱着睡觉就大抱一团这样睡觉，这样皮皮抓这样睡。所以可能我们这样没长大也是有关系吧，就没得吃，没得穿，就穷，我们也是冠军，人生的苦难我也是冠军，但是我还活着，我还在这里，所以才告诉大家说，再怎么样的苦难，不管你人生有多烂，再努力为自己按个赞。如果想知道我们这个过程大家如何活过来，我再苦口婆心说一次，去看我的电影。那原来是要当公益电影的，成为喜剧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我的心愿，它是有血有泪的好电影，但用幽默的方式看我的电影，会让你继续勇敢的活下去，真的。有人教我讲去晚会或者阿伯去吃猪肚，我真是吃到猪屎吓死人了！我忽然想到这一幕我就小燕。是你不让我生吗？心杯啊，心杯。我们刚刚听到冰冰姐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可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但是不是其实冥冥之中，小燕也有跟你有一些沟通啊？我跟你讲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就是现代医学没办法，科学没办法，就找迷信的咯。我去拜祝生娘娘、文殊公的什么妈咒观世音菩萨能拜的全拜了，一直跟他讲求啊，有种把土地公嘛，哎呀，是跟他恁的里长啊，什么拢求啊，又没办法。有人教我讲去晚会，晚会就什么红花换白花，然后嘛不行，后来伯去吃猪肚，我真是吃到猪屎吓死人了，我第一口就把它吐掉，因为猪肚他没有跟我讲要怎么做啊，他就说猪肚洗干净啊，里面要塞什么东西啊。那因为我们以前拿去
吃过什么猪肚，不知道要把它剪开，你知道吗？剪开里面是大便啊，应该洗干净啊，你知道？对。那我就觉得不晓得，就外面洗得很干净。他说要塞什么就给他塞什么哈，然后就煮完以后，打开锅盖就觉得好怪的味道。那因为味道怪，所以就拿到嘴边一想就啊靠呀，你就想到了，我怕贵呀，我怕就不敢吃，就丢了。然后我已经等15次完全都不行了，我就说也干了都没有了。有一天因为我就说我很反传统，人家说姑娘是不能进家门，对，姑娘就放到姑娘庙去，坑菜庙，或坑外面。那我心想不，我这个房子如果我死了，本来就应该是他的，对，为什么他不能回来？我还是跟我们观世音菩萨禀报一下，那我不要让他上安给多殿好了，没礼貌哦。所以我就安给多殿还是观世音菩萨，我另外弄的是小桌子，让他在旁边，请观世音菩萨你就大人大量哦，就保佑我们吧。然后点盖恭维来的。那后来我父亲也往生了，那我就把父亲本来要跟观世音菩萨那个柜子放一起，我会想。跟小燕作伴好了，就放在那个小桌子上。因为阿公最疼小燕，对，阿公会那么早走，也是因为小燕给他的打击太大了，是他带大的呀。那我就常常有事就跟阿公跟小燕讲，那时候有不如意的跟他讲，有被欺负我也跟他讲，那他们都帮我解决一点点这样。然后有一次我就生不来了。我就跟小燕，为什么我求这个神求那个神都不成功？到底为什么？你别什么播的笑杯啦，笑杯就是他想笑啊。我就我每尊神拢拜透透，我就到底要过来拜多几尊呢？又笑杯，我想想到呢，因为看了阿公呢，想到讲，哎呀，以前呢，那个小燕曾经跟我吵过，说妈。我一个人好无聊很寂寞，你要不要生一个哥哥给我？妈妈安怎生嘛，生弟弟也不会生哥哥啊。对，我说不会再生啦，我也没有再结婚，怎么会再生呢？说真的好无聊这样。第二天马上又换了，说不行，妈妈你还是不能生，我不准你生。我说为什么？因为阿公说你再生一个就会跟我争宠。而且那漂亮的珠宝就有人跟我分享，我不要。他曾经这样讲，我就忽然想到这一幕我就小燕，是你不让我生吗？心杯，心杯，小燕不要这样吧，现在你不在，我真的以前弟弟就无聊，就寂寞，就发现我就无聊，就寂寞。阿公也不在，因为以前我妈妈最爱打我，都是我爸爸在维护我，而且阿公不在，你不在。我是无依无靠让我生一个吧，还是不行不？我跟他连播了好几个都不行不？那算了，就不要了，我就死心了，也就释怀了啦。不是释怀，是就死心了。对，所以小燕冥冥之中，她也透过她的方法跟你沟通。我后来觉得我以前是觉得小燕你怎么这么样的跋扈，不让妈妈生一个。我后来想到，这是小燕还是爱我的。还好我今天没生。我今天如果是生的我觉得我日子过不下去。为什么？我可能孩子去读书，我要跟着后面看。我可能孩子在读书，我要在那边等。我可能孩子要去约会，要跟着走。我可能孩子要去看电影，我要在旁边当电灯泡。因为之前的那个恐惧太深。哇，那个太可怕，随时孩子会从我手中溜走。所以小燕看得比你远。他应该是觉得妈妈太可怜了，妈妈不要再受这样的折磨了，应该是这样。所以他真的很贴心，所以我也算了，也谢谢他。然后现在有心事，还是有可以跟他们说一说，他还不错。哇，平平姐今天真的是好感谢你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觉得是很感伤，但是也是很勇敢的故事。我很久没有这样子讲，但。对你们等播出的时候给我一个 CD 好了 ，DVD 好了，因为我想可能等我老了，让我们的下一代的人来写我的故事，他才有个依循。因为我不是希望很多人说，你要不要去出自传？我出过出过一个瓜芒会春梯，瓜芒会春梯是写白冰冰的上半身就是平身的身前半身啦。但就是有个老太太，她看到我说：“冰冰啊，我看你白冰冰的上半身，看个足感动的。你当时要出下半身
还很下半身出来你都不敢看，真的，就是前半生的时候，其实还是我人生很棒的时候，对，刚好走红了，对。然后他要写的是我的精神，如何让一个穷困的女生什么都碰过了，然后努力的走出一条路，他是这样子。但后面很凄惨的都还没碰到，所以有一天当我走了以后，那我希望他会成为是白小燕基金会的资产，因为我们一直努力致力于警察子女奖助学金，那奖学金就成绩读得好的，那可能有成绩读不好的，但他父亲有那个因公殉职、因公受伤的，我们也会给助学金。到现在虽然是钱不算多，但是我18年来，我们自己小小的力量也捐出2000多万了。警政署还给我们颁奖过，所以这个过程要非常谢谢我们。一起跟着我们走过来的一些出钱出力的董事啊，像那个威尔森周龙田詹宗志叶正吉大哥还有好多帮忙的朋友，谢谢你们，谢谢。明明姐，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在此我们也要祝福你，就是希望你能够用你自己更多的正能量来鼓励这个社会，鼓励台湾，然后让我们大家都能够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挫折，永远不要放弃希望。是的，一定，我就觉得一定要创造明天。那记得一定要2月5号开始就去看《人生》，按个赞，祝福你的人生会更赞。谢谢。大家好，我是白冰冰，想跟年轻人们分享，成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宁走10步远，不走1步险。宁受少年苦，不受老来贫。围墙里跑不出千里马，温室里种不出万年松。所以要当万年松，要当千里马，就自己努力的为自己按赞。